甲骨释文第26集。这集咱嘛来讲郁卒，心中受闷不畅快，就是郁。忧也，忧愁甲心情有关系。说文解字有一字，忧也，将心卒声，这字卒，以形发声的字。郁卒就安尼写啊，甲心情有关系，毋是乌卒啊过号的卒，爱加心字旁，较适当。真简单吧？无必要搁乌白讲，是吧？卒有忧的意思，郁也有忧的意思，所以郁卒共字连词，也可以讲是忧郁中文接用词，忧郁。讲郁忧也可，搁有忧闷，郁也等于闷。什么是郁闷？表示心情状态。如何用强形造字呢？有困难，应该只能照字。康熙字典有整理这句，整验即郁。字典的注解讲，郁就是声不舒扬啦。原来应该爱响亮的静声，却发出无响亮的闷声，就叫郁。有声哦，但是透袂出来，就形容一个人有想法啦。只是这种想法是家己乌白乱想，郁甲着内伤啦，心情就无好咯。现代人无静声，有雷声。雷声是毋是嘛有分响雷、闷雷？原来古人借用声音发无透来形容人的心情郁卒，这两字有共款无？你课文是读壳互问业着小，问这什么问题？这两字有共款意思无？真清楚，形、音、字拢无共，一字读卒，一字读卒，确实安怎看拢无共。合起来郁卒、郁卒，两字一模一样的郁，却是无共款的意思，真好理解是吧？两个词拢是共字连词，一个是形容词，一个是动词，无共哦。用作动作的，嘛会使解说做拄。拄的本意是水无流动也，郁卒也有停顿的意思。其实汉字一字多字共款的一字有真侪意思，其实是真普遍的。来看郁卒的例句，《诗经》这句郁必百灵，郁的解说卒也。另外后汉书这句郁卒之气，上感风天，郁卒两字共字连词，就符合国语词典写的做动词用，意思有记住、凝住的意思。词典的例句郁卒、郁结。阁有一种阁小可复杂的状况，我就是毋若心情郁卒，阁加上一直累积，我就是心情真郁卒啊，会使安尼表达无？照理嘛会使哦，看作者的心情咯。郁卒哪会使表示心情？这个卒我就是硬要读做卒，会当无？无这种乌白读的道理啦，字无人咧看心情解读音的啦。郁卒有文献用来表示心情的用法，确实有人安尼写，无过详细读啊。有兴趣的人请自行研究。同一个词郁卒煞有两种意思，有困扰无？搁来练习一下。来看这句，其中的郁卒是咧表示心情的形容词，也是咧讲动词的累积呢？莫甲我拍哈，拢毋是。这句的郁卒是咧形容草木茂盛的样子。这句是咧讲植物啦。现代诗句有郁郁葱葱、葱郁等词。卒忧也，将心卒声。说文解字遮尔简单清楚的记录，有人证讲毋是，这毋是文献啦，我咧偷听。来看刘向先生的《九塔》，有影是九塔。看完屈原的《离骚》，
心爱爱字不郁，即个不毋知是毋是即个和心情有关系噗的照字，起噗噗的噗，噗郁忧闷更加一盏楼啦。后一句对调的一句，声拗拗以寂寥下，看顾泼妇的角卒，角卒就是忧愁公文的解说。噗郁角卒两字对调，啥人兜的仙人遐敖，对咧发明郁卒这个词，哪有遮尔清楚的文献呢？搁来讲角卒这个词，这个词其实咱捌讲过，文读音超喙，复习一下，先看这个招，上水下火，就是咧烘鸟仔巴的意思。白音读焦，臭花焦，安尼写。鸟仔烘焦会有啥物变化？会缩小，缩是文音，旧是白音，长缩短是旧，旧大就是爽真歹，会变长变短，写这个旧。手伸出去，手揪转来，这种揪只是弯翘，并无缩短，是聚合包容之意。例句：天气冷，较早去揪被空咧。招有缩小之意，汉字真少形声字，安尼咱就理解樵夫是甲木头缩小的人。招将木是用目睭描一下。例句：我小招一下，就知影伊在摇啥物尻川花。这字读角，意思面缩小呀，将招嘛。讲文讲的面角就是苦呀。五音一韵，搁讲甲角同。另外，这个卒，说文解字讲角卒呀，卒本意是幼小，所以这个卒意思幼头呀，等于这个卒。简单讲，角卒就是角卒，就是忧头角面，就是面忧面角。用外表来形容内心的憔悴。郁卒两字就安尼写，有信心无？有人要是毋信，郁卒拄则解说有三个意思。要是有人认为我在乌白乱缵，人伊提出证据，你看电子书整理的卒就会使读卒啦。证据伫遮，伫讲文的入声管。有字数册这个入声音啊，来解说如何看有中国特效书电子化计划这个工具。伫遮提出三点说明：第一，字数册永远测袂出入声音，因为呢，第二点，这个忧并无任何意思是咧表示入声音。意思是咧讲，另外阁有一个音啦，啥物音呢？气声音。安怎测呢？字字测。像空虚字典是用部首排列，一个字只会出现一解。讲文是用读音排列，有无共音就会排伫无共的所在，电子书拢会列出来。所以你有看出来无？也就是第三点，字是册两字是错误。虽然测出来的音甲字字册是共音，严格来讲是错字。这么简单的两行，认真比对，不要东扯西扯，应该拢看有才对。简单的结论就是，这两行是在讲有一个入声音卒，阁有一个气声音字。提出的三个简单的提示，希望对要使用电子书工具的人有所帮助，减少摸索的时间，如此而已。回家功课，这个音册测出来啥物读音？提醒一下，为这个开始，这页的字拢有共韵母，当然主角的这字也是共韵母。
大家练习一下。看到这会郁卒无？当然袂啊。所以讲运即句是毋是就免阁解说咯？咱也有需要学的，即个郁，教育部的全部解说，其中有宽巧弄弯安尼的解说。若是这个意思，当然毋是教育部乱写的即字。先来看即种状况，条仔因为负荷过重而拦腰折曲，但只是屈曲，并无断离。即种情形用一字来表示，也只有用台语读，才会当体会出伊的发音。即字读运，正平的一环是失意，折后离归夜。例句：山足崎的，爬甲双骹强要稳落啊。即字稳有另一个读音，也就是教育部讲的郁的正字，意思折页、点折页。例句：即条金链仔摕去当店郁看偌济钱。反正现代人就无啥咧看古文，一寡字就当作听故事，听过就准拄煞。要写就写现代人看有的字，郁卒就是优雅，就写安尼，无人会误会。折一字若无够，就写累折。比郁卒更加郁卒，就写真郁卒。要是嫌无够，就写正郁卒。甲卒若袂惯死，安尼读就读超喙。焦有缩小之意，忧头甲面，面忧面夹。别人看起来真生分的字，咱讲闽南语的人，是毋是看一遍就永远写会出来？咱甲学起来，莫互属于咱的文化失传去。过来，两骹稳落去，即字稳。去当店郁金仔共即字，鸟仔巴会揪，手揪转来，是毋是看一遍就知影如何分别啊？